在上一集的孤岛生存大乱斗中，食人鱼队终于摆脱2连败的窘境，在躲避球赛中成功击倒霹雳鼠队。过程中有痛苦、泪水、精彩动作以及阴险的较量。最后号称全知的阿诺没料到自己会被淘汰。这集我们还会再淘汰一名参赛者，他将前往羞羞码头搭上败犬船，成为第4名输家。谁会走人 out， 谁会留下来，请继续观赏《孤岛生存大乱斗》才艺大赛。天哪！我遇到了我人生中最可怕的危机，我的防晒乳液被我用完了。哇哦，真的好恐怖哦，甜心！现在我不能站在太阳底下了，我会灼伤。不见怪防晒乳跟安西亚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说。啊，你这样好恶心哦！早安，参赛者们！内容教训够了，现在该展现你们的充沛活力喽！等一下要演音乐剧吗？我好爱音乐剧哦，特别是有人在台上吊钢丝的那种。卢姐，我帮你留了位置。谢了。欢迎来到我们全新华丽文艺的圆形露天剧场。我们这个新奇的挑战是夏令营的最爱——个人才艺大赛。耶，超赞的！每队有8小时来选出3位有特殊才艺的选手，他们今晚将在这个舞台上比赛。唱歌、跳舞、特技，只要合法，你想表演什么都可以。我们请到常驻童子军，做过 DJ、VJ 和饶舌歌手的传奇人物担任评审 ，Mr. 阿基师。参赛者的分数将会用主厨计分表来表现。败队要选一个人从他们队伍里淘汰。祝好运了！各位，我是队长，所以我们的计划是这样。等一下，谁说你是队长啊？他刚才说的。甜心、牙套妹跟我都会投我。威胁他们选你，这是哪门子的民主表决啊？哎，我帮你带了一根马芬。哼，小杨，由我来当队长，你接受吧？你想当就当啊。很好，甜心、牙套妹跟我则是评审。啊，随便你。要参加试镜吗？鬼才要！但是你应该参加。我听过你在码头唱歌，你唱得很棒啊。A B C D F G H I J K L M N P Q R S T U V W X Y Z。厉害 ！Yes， 这招真的有爆点。你不能上台表演大声打嗝，这太恶心了。只靠一个格就从 A 念到 Z， 你不知道这有多难。我还会用屁屁唱周杰伦的《稻香》。求求你玩！你要到哪去啊？除了这里，哪里都好。天哪，这也叫特技！谢谢各位。哦，我赞成让猫女上台表演，我也有同感啊！你们好贴心哦。那么，我想我是过关了。我们先休息5分钟。我让你办一件事，你能保密吗？当然可以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妹有一次跟一个男生出去吃饭，不但吃坏肚子，还因为没有卫生纸被困在厕所里，我只好送去给她了。我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哦。抱歉，小甜甜。我觉得卢姐好像有什么计谋，我要你去跟踪她，然后回报给我。计谋？哼，好无聊的计谋哦。这个有趣多了。
好吧，算他一份。下一位，我可以倒立长达20分钟，看好了。哦，这个猴子做的比你可爱。我不认为这是大家想要看的节目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甜心回答，你打听到什么 ？Over。甜心快回答。我要准备回去了。Over。太帅了！哇，小马的滑板、DJ 的体操跟你的独奏都很棒。我终于要上电视了，老兄。你已经在上电视了，小马。对，你好啊，老兄。我把这支舞取名叫做《响尾蛇之舞》。